这是教具呢，这啥物同人，这针灸同人哟。这讲宋朝时代啥物人发明的？哇，这是拢世道哟，带点红红，目睭头的，目迄目白遐有。安尼咱蔡医师博士的呢，美国留学的博士嘞吼，足够伫即个新营吼，中英路南平第一条街啦，东西。啊，伫迄个中台禅寺的一个叫做普现精舍啦，吼，普现精舍南平遮，足好找的啦。啊，拄啊伫咧铁基路公园边仔遮找着足有啊，安尼较骨力咧遮找的，顾身体，顾好健康，啊，照顾是大人啊，足有爱心的。会使来遮摕药啊来照顾老大人哦。哦，啊，这是拢世道呢。啊，遮济啦，人是偌济种类啦，啊，偌济世道啦，哈。啊，蔡医师，你敢会使帮忙教导一下？袂使讲呢，医学秘密呢，嘿嘿嘿。你看吼，遮济世道。陈宗宪毋着算心中呀，陈宗宪算心中呀。啊，骹会安尼疼迄时啊，较虚冷呢，骹换迄个脚踝啊。啊，两边迄是涌泉穴哟。敢有看涌泉穴？底啦。啊，涌泉穴是较底哦。啊，无迄是足三里哦，我讲的迄是足三里呢。这只，哦，迄足三里啊，是身体虚忝的时阵咧疼呢。这要安怎称呼？这针灸同人。针灸同人，阮读历史有读着讲宋朝的时代，伊名医发明的呢。哦，哇，含头壳顶的足济个啊。今仔日安尼加看较济时间，看较久。我迄影片送去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、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看要学佛经啦，要学医学健康常识啦，啊，看种树仔的啦，啊，看是迄道场咧讲道理的啦，啊，道场讲道理的，啊，加听歌，啊，研究金刚经，研究六祖坛经的啦，吼，对啊，加学歌袂歹啦，增加智慧啊，啊，来深入经藏智慧如海，得到名师指点，哦，济公老师傅，济公师傅，济公活佛帮忙开生死之门户的窍门，认识真主人，找回真我。人迄含美国人嘛，我求道的。谢谢啊，感恩啊。